而且继续来看今年国庆的主视觉，是以2个双十甲梅花组合来做主题。大多数的人肯定这个设计，分林一个校长陈昭良是用数学的角度，甲变做一条数学的题目，要来提悬学生算数学的趣味。背后是有国中的数学知识在里面。无对。就是这都公布，都是引起着民众甲设计师讨论的。今年国庆双十的主视觉，卖当和数学有关系。我的问题就是刚刚讲的双十图样还没花。陈焕林在做数学老师的高中校长，利用国庆的主视觉设计出2条题目，问学生有几条对称中心线。有梅花的时候，对称轴是1条；没有梅花的，对称轴就有2条。若是无扣掉梅花，对称中心线就是直直落个，将图分做倒边甲正边对称的一条；若是扣掉梅花，就搁爱加还迄条线，将图分做顶悬甲下骹对称的第2条线。另外，若是将真济相式倒做伙，就可以当讲到几何学。往右往左，往上往下。这个数在我们数学上叫做镶嵌。甲课本顶悬各种的题目类比，将时数加入数学，学生讲安尼加较趣味。就感觉比较轻松一点，也比较生活化。对。校长希望将各种的时数问题加入题目，让学生用心习惯，用课本的知识来思考。未来无论是考试，也是生活问题，拢会当为各种的角度来分析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